1.2 複數係咩叫複數咧？先講一個係將一種係虛數，虛數即係 i 咧，即係其實即係負1開方。咁喺數學上其實你冇一個數字可以表達負1開方嘅，因為其實負數冇可能做到開方噶嘛。咁唯有用呢一個 i 咧嚟表達，譬如好似負4開方咁樣，我哋將佢拆成負4開方乘以負1開方。咁喺負1開方嘅部分咧，我哋用 i 嚟表示。咁啊2開方我哋就4開方我哋等於2啦，咁所以變咗做2i 啦。複數咩叫複數咧？複數即係話咧一個組合嘅數，佢由 a 加 bi 形成嘅，咁我叫做複數。而 a 同 b 咧都係一個實數嚟嘅。舉個例子嚟，3加 5i、2加 3i 等等咧，呢啲咧都就係叫做複數啦。喺前邊嗰個部分，譬如3加 5i 咁樣，前面嗰個咧我哋叫實數部分，而後邊嗰個咧我哋叫做虛數部分。